平安，我说平安，平安。我即台互你，我去用迄个电脑，哦，我开个大声，我关掉嘿，我先关。好，时间已经到，咱就做伙来祈祷，要开始啦吼。主要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互阮伫这炎热的天气悠闲会通透过网络阮的组织来做伙，要来研读出来及其第9章10个灾难中间下3个灾难恳求主你来互阮明白，透过灾难你所要爱传达的意义，甲阮所着爱遵守的。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早起，甲建筑师、甲工程公司、甲侪的技师，会当做伙来开会，有做真好的协调，为着教会搁进一步的工程来讨论，有一寡进一步的这个结论。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也将今仔日应验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来赏赐阮。有一个安静的心做伙来研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求，免。好，今仔要到第9章啦吼，第9章咧讲着另外3个灾难吼，就是遮个精星吼，过来生粒仔疮，过来冰雹的灾难啦吼，嘿我本地要找一寡旧的相片但是我即摆旧的相片咧找较歹找吼。我有翕过迄落伫美国拄着足严重的冰雹吼，但是佫无亲像圣经咧讲这冰雹的即个灾难安尼啦吼。若有机会我若找着则会当甲伫后壁甲咱做伙来分享安尼吼。好10个灾难基本上是对伫上轻的、上无有伤害。一直一个一直增加。咱会记咧前礼拜第8章的中间，咱有讲着讲迄个伫埃及的术士，因第一届承认因家己无才调，讲迄是上帝的作为吼。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又搁有出现一摆，毋但安尼尔，搁进一步，咱有看到讲法老王伊有态度顶悬的改变。虽讲是安尼，但是伊犹原搁硬心因为安那，因为伊还搁有一寡偶像，互伊感觉伊会通倚靠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看伊讲，即个灾难是渐渐对无伤害，到开始有伤害，渐对咱今仔看即个第5、第6、第7，开始就有性命的危险出现啦吼。伫第4灾进前，佫无遐尼严重的情形吼。第5、第6、第7就开始比如讲种精星的灾难啦，即个粒仔疮可能较袂伤着性命，但是冰雹会伤着一寡性命食物，还是讲动物等等的遮的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伊的即个有进度的、有进程的，
嘛有愈来愈严重的一个趋势吼。咱伫今日个经文中间，咱会当看到啦吼。好，共款伫即个每一个灾难的开始，上帝拢是吩咐摩西也是亚伦去找法老王，嘛是因为法老王一再硬心，一再来毁约吼。伊即个成立的代志，佮拢无爱做，所以伊无爱互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行3日的路程去向上帝献祭。即句话是足重要，即句话内底有2项代志，就是离开埃及，第二个就是敬拜上帝。咱伫第8章的时阵有讲到，讲法老王伊有心机，伊甲摩西讲，无恁就伫我的境内来向恁的上帝献祭，这会造成民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所以这是伊有心机啦吼。但是上帝的旨意足清楚，就是以色列人爱离开，通常拢无讲着要爱去倒位，但是咱拢知影，行3日久的路程，就是指着讲因爱去伫上帝的圣山遐来敬拜上帝吼。这大概伫出埃及记咱所看到知影的一个方向吼。嘛，因为法老王一届搁一届欺骗后悔，就心硬，无要互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上帝所降的灾难嘛，一届比一届较严重。我拄则有讲到，对第8章16节到19节，法老的术士承认，伊这灾难毋是因的能力所会当行的，迄是上帝的作为吼。这已经搁较进一步啊吼。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嘛是搁一届来出现这法老的第一届吼，法老的认罪、人员精神的死亡，所以渐渐愈来愈严重的灾难吼。经文所指出的是，法老王伊所挖去的生命偶像，无搁再是迄个上帝的对手啊吼。对，愈来愈清楚，就是因为对术士承认因无在调做的开始吼。咱对第1节到第7节是咧记载着这个征生的灾难吼。当然伫这个要施行灾难进前，就是上帝的命令，好若亲像讲圣经讲上帝互法老心意共款，上帝有允准这样的代志伫圣经伫信仰来讲，咱一切拢出伫上帝，所以咱会挂这个名啦吼。但是真清楚就是讲，上帝叫摩西也是叫亚伦去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就是去甲法老讲，互我的人民来离开这个所在，互我的人民来离开这个所在，这是真重要真重要，就是这个摩西所咧传达上帝的话互法老王，叫伊着爱互以色列人通好来离开，去敬拜伊啦吼。但是法老王拢无爱做啦，伊拢无爱做吼。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咱会当看着讲，上主对摩西讲：“你去见埃及王，甲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着，放我的子民来离开，通互因去敬拜我。”吼，这就是咱拄才起咧讲，伫出埃及记这甲法老王的辩论的中间。咱咧讲去甲伊谈判中间，这2项代志足重要，互我的人民离开 ，Let my people go，去我献祭也好，去敬拜我也好，这就是真清楚的啦吼。所以这是出来记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啦吼，就是爱法老王放手互因来离开埃及吼。绝对爱离开埃及，这是咱前辈有讲到，讲这个绝对毋通伫埃及地去敬拜上帝献祭吼，这会引起真大的冲突真大冲突。咱就看你讲这个法老王前面就讲，恁去我的境内向恁的上帝献祭，这是足大的危机足大的危机。所以法老王讲了，摩西的回应就真清楚，伊讲安尼做毋通。这因为这毋是上帝的心意
阮要献互上主，阮的上帝祭物，埃及人看做禁忌，伊直接点出个问题。阮若伫埃及人面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来献祭，减袂因敢会用石头来甲阮钉死所以咱知影，迄个中间有一寡引诱、一寡限制伫个即个所在。所以27节咱就看真清楚摩西佮重述上帝的话，我要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来献祭。这是上帝的心意啦所以去敬拜我咧讲的敬拜上帝，敬拜上帝，照传统以色列人来讲，因拢伫山顶，伫圣山上帝的山，好若亲像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所咧讲因敬拜上帝拢伫山顶，当然伊咧指的山无拄拄甲出来记咧讲的所在是共款，但是因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模式。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固定的所在，袂当凊凊彩彩，袂当凊凊彩彩。所以这个是足清楚的一个概念，伫以色列人中间伊讲去向上帝献祭，拄开始的时，摩西是甲伊讲去服侍主啦，去服侍主。好，讲你若毋顺服这就是有小可威胁就讲你若无要放人民去。第2节讲你若毋放因去游玩，强迫因留去，即内底有2句话。第一个无顺服，咱会当想法老王对伊的角度来讲，我是一国之尊呢，但是一国之尊对因的想法，伊的皇帝法老王就是神明的囝啦，所以伊嘛是神呢所以伊要安怎会去顺服？摩西咧讲的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是一个挑战你虽然你是拜偶像，但是伫遮上帝透过摩西要求啥？要求这个法老王就爱来顺服这是足大的挑战过来，你若毋放因去毋放因去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强迫因啦。强迫因，伊讲伊甲伊的人民讲，看咧，以色列的民族比咱较济，比咱较强，咱着爱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才毋免因人口增加。战争发生的时阵，因就安那会联合对敌来甲咱攻击离开即个所在，所以法老王的头壳顶就是要甲因留落来，这第一个。第2个是莫互因伤强，互因来做奴隶。当然伫即内底有整个的过程，伊叫因做苦工，愈来愈严格，连材料都无爱互因，着爱叫因生产。所以这尾成做一个强迫性留落来，留落来。伊要爱互以色列人留落来，佮爱互因无战力，但是佮有做奴隶工作的能力。但是伊着强迫因留落来，咱伫拄开始的时有看到，伊叫因做苦工去起城，等等这的代志安尼所以伊无顺服，伊无顺服，伊若无顺服，当然这个上帝就会佮继续出手啦这嘛是10个灾难的一个原因第1届无顺服，就水变做火，过来第2届、第3届，咱一直看落来，今仔日对第5灾甲第7灾安尼好，所以伊若无顺服的时阵，咱着知影讲上帝会出手来互伊拄着灾难当然这还佫牵涉着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人会拄着灾难？只有埃及人吗？咱今仔日也会讲到这个部分啦无顺服上帝，就是讲咱讲无听上帝话，也是讲无敬拜上帝，拢是得罪上帝啦咱对信仰基督信仰来讲，这真清楚的透过摩西、亚伦去甲法老王谈判。伊无要听，当然这就无顺服，所以伊就要来审判歹势，这个降灾的降，
来写毋对去吼，降灾吼，特别降到灾下吼，就愈来愈严重吼。降灾的内容即届是迄个情生会破病吼，情生会破病会影响啥物货？当然，咱来讲情生的性命会死去，吼，情生的性命会死去。埃及人所拥有一切的情生，因就失去财富，因就失去日常的食食，吼，这是拢因食食的。过来因失去宗教行为，因为无物件通献祭。咱会记得，伫耶稣咧赶鬼的中间，有赶出一个群，吼，一个群，2000只的猪仔就安尼死去，遐人就足受气的吼。为什么受气？因为2000只猪仔吼是迄个外邦人咧献祭，献祭互因的偶像的祭物呢，即摆拢无去啊吼。毋但是财产损失，佮因无法度有宗教行为吼。嘛共款，对埃及人嘛是安尼啊吼，嘛是安尼吼。好，那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吼。甲咱互咱较清楚啦吼，咱台湾所拄着的吼，咱台湾所拄着的代志吼，这是第5个灾难。咱台湾捌拄着口蹄疫啦吼，这是伫1997年吼，阮后生出世迄年吼拄着吼咱全国拢总杀死300万只的猪吼，而且吼用真长的时间去做管控。甚至有一段时间禁止用厨余来饲猪吼，来饲猪吼。影响台湾的饲猪业，我会记得迄阵我去伫迄个鹿港牧会时阵，阮有会友因是咧专门饲乌猪的吼，伫咧海边啊饲乌猪吼。迄买入去因兜毋是遐简单诶，迄车拢爱到过迄个洗车链的猪吼，规台车拢喷过，入去因兜，规身躯拢爱喷过，才会当入去因兜安尼吼。迄个时代，真嘛是管甲真严格吼，敢若亲像咱前一阵仔拄着即个武汉肺炎，还是讲第一摆SARS迄共款安尼吼。一直努力到2020年，咱伫世界的即个动物的卫生组织，才通过认可，甲咱解除即个口蹄疫的疫区啦吼。所以你也看咱用偌久的时间，23年久、24年久的时间，才会当安尼吼。咱的猪肉即摆当正式来外销吼，所以影响非常的深啦吼。伫现在是安尼哦，你也看伫出埃及几若千年前，因拄着即种的瘟疫，动物会死去，精神会死去，迄种的严重性毋是咱讲安尼足凊彩安尼就会当解除。当然，对上帝来讲，安尼就会当有啦，要讲无去嘛会当啦吼。但是咱知影讲，我要用口蹄疫来做一个对比的意思，是讲。咱知影讲，迄个瘟疫一发生的时阵，因整个的地区的人民所受到的影响是足快佮足深啦吼，足快佮足深吼。这是因当初时所拄着的即个代志吼。当然，迄个结果就是因就失去足侪精神财物即个因无通食食甚至因无法度有即个。通敬拜因的偶像的物件啦吼，等等的遮的吼，所以咱会看伊讲，伊伫即个中间因所拄着的灾难迄个结果，过来第4灾较特别，甲咱讲着降灾的对象啦吼。上主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精神甲埃及人的精神，所有以色列人的精神连一只拢袂死。对字面来看，好哪亲像上帝是针对伫埃及人，但是咱知影，事实上上大的问题是因为埃及人选择无要相信上帝，因选择相信因的偶像，继续来挖靠因的偶像。其实这毋是一个轻视吼，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啦吼。这是牧师一直咧强调这项代志吼。虽然讲以色列人的精神连一只拢袂死，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要选择挖靠什么啊？还是你要选择家己去面对吼？过来，伫第5节
第六节经文咧讲，上主就设定要降灾的时间，伫明仔载。啊，为什么明仔载毋是即时？其实上帝一直留互法老王一个空间，互伊去思考，佮有时间去反悔，但是伊拢无，伊拢无。所以隔日上帝就做这样代志。埃及的精生拢总死，毋过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拢无死，过一天马上开始，但是过一天其实就是互伊有机会伫遐来讲好啦，我来反悔啦，安怎莫等着物件损失的时阵才来啦但是这个执行落了，就是埃及人的精神拢总死了，以色列人无，所以埃及王就无法度啊，派人去看了精神连一只就迄个以色列人连一只拢无死啊，因家己拢死了但是呢，伊犹原心固执、公义，无爱互即个以色列人来离开这是第五节所讲的即个第五灾啦所讲的，所以伫遮咱会看伊讲，即个埃及王咱讲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啦伊还未看到家己的性命拄着危险的时阵，伊还佫无法度安尼啦好所以虽然伊去查看，有看到迄个差别。有上帝保守的，甲无上帝保守的差别，但是伊犹原毋相信。我想咱拄着有足济还未信主的朋友，伊嘛是安尼呢。伊嘛知影讲，着偶像着插头菜伫遐也无啥物真正的迄个能力，但是伊着宁可安尼相信的佮继续伫遐相信，继续伫遐拜安尼所以伊共款心佮共款。无放软无放软，无愿意互以色列人来离开第六个灾难是猎咱讲烂疮啦猎的灾难猎的灾难。上帝佫一届佫预言共款佫派摩西亚伦去讲第八节就讲上帝佫派摩西亚伦去甲伊讲，你着芳规芳的火炉的火夫。即回的形容无共款啦头前是讲风皮沙，伫即个所在是讲火夫其实迄个意思是共款的啦所以伫遮咱看伊讲，因为伊法老王的心公义，所以上帝佫派伊去甲伊讲会佫继续来降灾继续来降灾，但是伊就无要听啦上帝佫再度来吩咐摩西猎疮烂疮的即个好，用火夫伊就讲爱焚啦爱焚互全地拢有即个火夫意思就是讲真普遍啦，真济啦真普遍真济意思毋是真火夫会去得着烂疮毋是这个意思所以咧形容是讲迄个普遍性迄个普遍性，每一个人拢生粒仔疮叫做烂疮安尼上帝佫命令粒仔疮会造成啥物问题我毋知咱捌生过粒仔疮无我伫大学的时阵，我的正骹头夫捌生过迄个芳寿英啦拄开始毋知影就看伊敢若布人安尼就家己去甲植愈植愈严重愈炭愈大片安尼迄严重到啥物程度呢？我去找一个医生，医生讲你若过万2工来你可能无救迄个毒已经走去伫迄个肺部若走去心脏就无法度安尼所以粒仔疮咱莫看伊讲安尼细家个尔你若拢生内底迄个毒会影响人的性命会影响人的性命虽然是讲无遐紧安尼但是伊所造成的杀伤力会安尼好即个火夫就甲头前讲的土粉第8章17节所讲的共款的意思，就是咧讲伊迄个普遍性普遍性覆盖的面积啦安尼所以
天来赢去，也是讲分，意思讲四家赢啦，吼，四家赢，真普遍着拢所有诶人拢会得着。但是共款，只有相信上帝意识诶人，无拄着即个代志啦，吼，无拄着即个代志吼。伫即个经文第9章第10节安尼甲咱讲啦吼，就是讲因两个人就捧着火斧去伫埃及王的面头前，摩西天来压去吼，人甲精生的身躯就生粒正做床啦吼，所以会通讲是全部的人，也是讲所有，因为法老王的心意。因就要挖个偶像神明来保守因，像头前的所有的精神拢死吼，伫即个所在，人精神带来身躯会无爽快，全部的即个所在拢得到伤害。第二解埃及的术士讲因无才调吼，因无才调，这是11节的经文。经文咧讲，术士无法度伫摩西的面前做这项代志，因甲所有的埃及人共款，拢生粒疮吼，共款啦吼。所以伊是再度承认讲，这是毋是因有才调做的，毋是法老的术士会当做。法老的术士代表啥物？代表因的生命啦，吼，术士就咱讲的当机啦、倒头啦、红鱼啊，因遮的就是代表因的偶像啦，吼，所以因就表示讲因无法度，就表示因的偶像已经败落来安尼啦，吼，所以因无法度去挖靠着偶像来做遮的代志，已经第2摆术士安尼讲啊，但是无拍算，虽然术士讲因无才调，嘛宣布因的偶像无才调的时阵，法老的心共款搁真硬，对谈判开始到现在，一届搁一届，伊真坚固、真固执来反对、来反抗上帝的旨意吼。有人讲上帝互法老心意啦吼，若要真严格来讲，是讲上帝允准伊心意啦。上帝允准伊会通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吼。上帝爱互伊安尼会当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毋是上帝条件互伊心意，改成咧甲捉弄安尼吼。其实毋是安尼吼，咱可能若安尼想，咱会感觉足矛盾啦吼。这是第6个灾难吼，第6个灾难。粒仔的灾难中间，咱来看伊讲，所有的埃及人拢拄着即种的代志啦吼。第7节对13节到35节是即章内底较长的一个经文啦吼。这是一个冰雹的灾难吼，冰雹的灾难。我毋知咱捌拄着迄种足严重的冰雹无？通常若冰雹拢会甲迄个落大雨、出日、雷公、死呐，拢会结做伙吼，拢会结做伙。这个天气是真奇怪的一个天气安尼啦吼。好，搁一届共款，上帝嘛是宣告，伊就差遣摩西，讲明仔载你透早起来，去伫埃及王的面头前，吼。即个伫埃及王的面头前，咱猜想真有可能是伫埃及的王宫啦吼。因为若别个所在，伊会特别的记载，比如讲伫第7章的经文吼。第7章15节讲，明仔载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去遐安怎吼？这是伫第7章。第8章下20节，圣经个记载讲，上主对摩西讲，明仔载去埃及王吼会去尼罗河，你着去遐。若无讲，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就是去伫伊的王宫内底。要创啥物？去甲伊讲，放我的子民出去。敬拜我吼，所以两项代志，放我的子民离开，搁来通互因来敬拜我，这两项代志是非常重要，就是出来及其一直咧强调的代志。
互因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去到伫旷野，迄个旷野所指的，其实是咧指上帝的山，圣山啦吼。若无呢，若无会拄着更较严重的灾难吼，更较严重的灾难，所以伊就遮预告啦吼，要降灾难进前，拢会甲法老王讲吼，这个灾难上帝爱摩西去这个预告一下安尼吼，互伊准备心哦，会愈来愈严重哦，毋是亲像过去安尼吼，一个拢小 case 尔定，毋是吼，会愈来愈严重吼，互伊会通有准备心啦吼，会通有准备心。这个伫经文的14节讲，即便我要互更较严重的灾难临到你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吼，所以上帝讲真清楚啦吼，讲真清楚。这嘛真有可能，亲像过去迄个战争共款，伊拢上君主协定，就讲伊要安怎，要安怎战，还是讲要安怎来拍，讲过去的战争是会用安尼的方式啦吼。所以上帝只甲有个讲，愈来愈严重，会更较用严重的这个灾难来互这个这个法老王甲伊所有的人民安尼吼。14节的后壁面讲，互你知，伫普天下无有一个会当甲我比吼。所以，迄个较严重的灾难，直接讲真清楚，迄个目的毋是要互因得到死亡，是要爱互伊知，你所倚靠的无法度甲上帝比拼。14节讲啊真清楚，这就是咧代表着10个灾难的目的吼。请来记，10个灾难毋是上帝调意故要互埃及人受伤害去甲杀死，是要爱互伊知，吼，伫普天下无有一个会当甲我比。其实伫圣经的中间有足侪的经文拢会安尼讲着吼，比如讲我用诗篇86篇第8节讲，主啊，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因的所做嘛无法度甲你比。圣经大概这个概念真清楚，伊讲主啊，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崇拜，因会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吼，所以这真清楚吼。这表达着咱知影讲埃及王的心态就是真公义，伊想要用偶像来甲上帝的权柄伫遐争战迄个意图。所以伫14节讲啊真清楚吼，更较严格是因为你的心，更较严格是为着要互你知。无有一个你所倚靠的偶像会通甲上帝来比，吼，这就真清楚的代志啦，吼。好，伫经文15节到16节中间，安尼讲现在，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甲你的人民，你就会对地面受消灭。总是为着要互你看见我的权能，互我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我才留你的性命。好。这互咱足侪的空间去思考啦吼。搁一摆倒转来讲，如果上帝要爱消灭埃及人，毋免用到10摆，1摆就好啊吼。一句话就好啊。这是15节所讲的吼。我若要用瘟疫来攻击你甲人民，你就会对伊遮消灭吼，真简单。但是上帝目的是要爱去留伊的活命，为什么？伊要爱透过埃及，互全世界拢知影，吼，互伊去宣扬啦吼，我才留你的性命。所以上帝的迄个目的真清楚啦。如果上帝真正有意要来消灭埃及人，无需要用10摆，但是1摆搁1摆的。这个灾难就是互伊阁有机会，要留存伊的性命，要爱互伊知影，互伊看见上帝的权能，互伊知影，无有倒一个偶像会当甲上帝比拼，而且要借着埃及伫当初时是对中东的强国以外，
非洲北非另外一个强国，会通讲因的势力会当通到全世界，会通用安尼来宣传上帝的权能吼。来15节、16节所咧表达的是即个物件啦吼。所以上帝要爱，互伊看见上帝的权能，伊留伊的性命，要互伊知影上帝是无法度有偶像神明来比拼的。但是上帝嘛要爱借着伊来宣扬这项代志。上帝批判法老王的心公义，无爱互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敬拜伊，所以会降落即个更较严重的灾难伫这个所在。好，冰雹吼，冰雹是足严重的一个物件啦吼。18节的经文咧讲，当明仔载即个时阵，我要降极大的冰雹，对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吼，意思就是讲非常严重。吼，但是要当时明仔载，共款上帝犹原互伊时间。吼，犹原互伊时间，但是共款啦吼，伊阁是安尼真坚持安尼吼，真固执安尼吼。极大的冰雹会通讲两项代志啦吼，会当讲是足严重的吼。伫原文即个字嘛是讲足大吼，真严重的即个冰雹的灾难啦吼。嘛会当讲迄个冰雹的 size 真大啦吼。冰雹 size 会真大，会当甲迄个汽车的玻璃撞破吼。伫美国定定发生即种冰雹的即个灾难吼。吼大概咱较少看见遮尔大诶啦吼。牧师捌看过是头遮大粒尔，乒乓遮大粒，听讲有亲像棒球遮大粒诶吼。这降落来吼，你若无细致，就降诶，就原来会丧失性命吼。偌大，就是意思讲。伫埃及的记载的中间，从来毋捌发生过会遮尔严重的即个冰雹的灾难安尼啦吼。所以上帝爱即个埃及的法老王吼，甲伊的人民吼，爱去选择呢吼，一个灾难搁一个灾难，上帝就是爱去选择，你要来倚靠上帝。还是你要搁继续坚持倚靠家己，倚靠偶像？吼，伫第7灾第一摆出现，互咱真清楚知影，上帝毋是针对所有埃及人，毋是吼。咱来看19节伊安怎写吼，19节的经文，伊讲现在你着派人将你所有伫田里的人甲精生，拢带去伫安全的所在。遐会留伫室外的，无论人还是精生，拢会互冰雹浸死。好，所以咱知影吼，这个冰雹是大甲会甲人浸死的。偌大毋知影，因为圣经无甲咱讲。好，咱有看到19节所写的。上帝有互法老王一个选择的机会。现在你着派人将所有伫田野内底的人甲精生带到去伫安全的所在，所以这是选择。你要选择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还是要选择继续伫迄个旷野、田野、风暴伫遐来等着灾难来？这是选择吼。所以毋是上帝叫伊讲你着去遐心硬，你伫外口吼拢莫振动，死好，毋是安尼吼。上帝真清楚，伫10个灾难中间，其实着是咧互伊选择，是伫19节较写第9章19节写了较清楚，开即条路，互伊有自由选择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若照上帝的话去做，顺服上帝的时阵，你就有一条生路啦，去到安全的所在。安全的所在伫倒？圣经嘛无甲咱交代吼。不过咱会当大概猜想吼，猜想。连面咱会讲到这个部分吼。如果你无愿意听上帝的话，无要顺服，安尼你选择就是死路啦。19节后壁来讲
若伫室外诶，无论人还是精神，拢会去互冰雹浸死。所以君主诶话讲大声啦吼，上帝甲伊讲真清楚吼。过来，咱看着吼头前写讲，所有诶以色列人诶精神拢无代志，但是伫即个经文中间，咱看着无共款诶记载。我来读一下20节甲21节啦吼。埃及王，埃及遐诶听上主诶话诶人神，就将因诶奴仆甲精神带到安全诶所在。毋过遐诶无将上帝诶话看做要紧诶，就将因诶奴仆甲精神留伫田野。吼，这就是头前咱咧讲19节遐讲诶种选择啦。你选择是生路还是死路？吼，伫即个所在真清楚。好，埃及人有受拯救无？有。吼，20节甲咱讲真清楚，埃及人有受拯救，因为上帝有互因选择。上帝互因选择了后，因就得到生路一条。伊若准照着上帝诶话去做，甲奴仆、甲精神来甲伊刷到伫安全诶所在，因就袂跌到伫死。但是因若无要听，继续坚持骄傲、心固执，因就会死。所以埃及人嘛分别啦吼，埃及人若相信诶、顺服诶，因得到生路。吼，这是第20节、21节，甲咱讲真清楚诶代志。所以埃及人会分别，就是有敬畏上帝诶埃及人，因将精神甲人选到伫安全诶所在。无敬畏上帝诶埃及人，共款着爱面对家己选择迄条路去面对，也是接受着因家己选择诶后果啦，吼，诶后果。所以降灾诶命令，咱看见讲上帝着讲了后，着搁吩咐摩西用手来天吼，全埃及就拢会冰雹落伫人甲精神甲所有产业诶菜色顶悬吼。所以毋是干那人精神含咱咧讲诶食物菜色拢受着影响吼，拢受着影响，所以是真普遍诶全埃及性诶吼。一般来讲吼，落冰雹是一个地形，咱来讲地形雨啦吼，迄个地形的气候的变化吼，一般来讲是安尼吼。但是伫遮来讲是全，迄个范围真宽，全埃及啊，而且人甲即个精神，甲即个菜色，拢会得到即个损害。吼，咱对23节到25节就看见摩西行神迹，吼，搁一摆看到吼，摩西着行伊的管影指天，上帝着互埃及有雷公、有四呐、有冰雹，吼，雹跌落，搁有四呐，情形非常的严重。对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25节讲，伫埃及的全地，冰雹拍所有产业的人甲精神，毁坏园内底的菜色，拍断野地的树木，所以所有的动植物，包括人，拢受到影响。有雷公死呐，吼，这是一个足自然的天上的现象，落冰雹会发生的。降冰雹会互人得到伤害，吼，非常严重，因为自开国以来就毋捌有遮尔严重，毋捌发生过诶代志，吼，袂捌发生过，吼，开国以来，吼，好，咱要来要讲到底，即个伊咧讲诶安全诶所在伫倒位啦，吼，安全所在伫倒位，咱要看卖啊，就是以色列人踮诶所在。叫做高山地啦吼，26节安尼讲，只有以色列人徛起的高山地，无有落雹。吼，伫头前圣经无讲倒一个所在是安全的地，但是伫即段甲咱一个答案，全埃及敢若高山地无有冰雹，所以咱真清楚知影，
这个就是安全的所在啦吼。我大概甲这个分一下吼，10个灾难，特别是伫这个所在吼，选择吼，你若选择上帝，摩西亚伦选择上帝，以色列人选择上帝，因踮伫高山地，所以因是安全的吼。所有军队上帝的人，包括埃及人，今仔日伫这个20节、21节，也是这个19节，就开始甲咱讲的吼。所以，什么人危险？偶像，我去偶像的法老王，我去偶像的埃及人，全埃及无要选择来我靠上帝，求上帝保守的。伫迄个产业，所有的产业就是高山地以外，无愿意听咱上帝，包括遐个埃及人吼，等等遮的吼。所以咱真清楚知影，这是一个信用一个选择的问题吼。所以第7个灾难遮尔严重了后，当然法老搁一届来求情啦吼。法老王拄着困难求情，这嘛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啦吼。伊就大概就安尼啦吼。所以这是已经原来第7摆的代志啊吼。但是较特别的是伫第27节到28节的所在，法老王的讲话有淡薄仔无共款。好，27节，法老王就派人去找摩西甲亚伦来，讲即便我犯罪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摆讲的吼。过来第2句话，伊讲啥？上帝是公义的。好，那安尼时阵，我要用即句话甲一寡误解出来及10个灾难遐讲，上帝是偏心的啦，敢若顾以色列人要顾埃及人，遮个人要讲，含受灾难的法老王拢讲上帝是公义的主的时阵，咱阁有啥物通好误解？迄个法老王已经足清楚知影讲伊是选择的问题尔啦，但是因为伊无法度改变啦，对伊来讲，敬拜偶像是已经成做伊的性命习惯，成做伊的文化，伊要一个改过来真困难真困难。所以虽然伊知影迄是公义的主，好那亲像有真济咱的朋友还未信主的，伊拢知影基督教真好，但是伊安那，伊就感觉讲，我无法度啦，像我今仔日早起即个读经的分享，我讲着，佮摕着迄个古早鹿港的时阵，有一寡家长带囡仔来上迄个幼稚园，看着我着牧师，我要来读册尔，我无要来入教吼，伊就惊到要害安尼吼。前礼拜甲一个瑞士的一个德国的信义会牧师的太太，我无讲牧师娘，是因为迄个太太还未信主，还未洗礼啦吼。为什么还未洗礼？有几个复杂的原因啦吼。就是讲伫国外的牧师，教会无要求太太一定爱做伙去服侍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太太伊本身是台湾人，先生是德国人，伊伫瑞士的信义会教会咧服侍，但是伊感觉讲，伊若为着伊的先生伫教会服侍，就强迫伊家己洗礼，也是勉强无明白是着洗礼，为着安尼洗礼，伊感觉讲无意义，所以伊还阁咧思考咧，我这礼拜甲伊讲话，这中间有感觉到伊开始咧思考即个问题。我的了解对伊的成长来了解，我感觉伊真有可能已经因为老爸已经过身啊，无有迄种压力啦吼，无迄种家庭迄种拜偶像、拜神主牌的压力可能啦吼。伊家己感觉讲，伊即马对因先生去伫教会了后，伊开始参与，伊嘛感觉讲，伊对伫基督教信仰开始有趣味，想要了解，这就是讲，咱伫一般传统宗教的家庭的人要去改信，基本上亲像法老王共款安尼，无遐尼紧啦。所以借着法老王的代志嘛，互咱会通了解，就是讲，咱爱亲像上帝安尼吼，
一而再再而三啊，不厌其烦啊。莫互伊压力，但是咱一直甲邀请啊，来慢慢互伊知啦吼。无伊嘛知影讲基督的信仰拢真好啊，特别是吼，足侪人参加过即个基督徒的葬礼了，拢讲吼，基督徒的葬礼足好诶啊。啊，但是伊嘛是无法度脱离种因拜偶像的文化吼。我想伫即个所在，法律王所咧讲诶，伊真清楚，伊得罪上帝，过来伊讲上帝是公义的，伊是讲上帝是好诶哦。但是安那，伊讲好啦，在咱好啊，你赦免我就好啊。但是伊还犹原安那，无法度改变啦吼。伊拄着遮尔大诶灾难了，伊讲吼好啊好啊，我安尼我要互以色列人来离开，但是有影无？无影啦吼。伊还佫未咧吼，伊还佫未，咱知影10个灾难嘛吼，这摆第7个尔吼，所以还有续集啦吼，还佫有续集吼。29节的经文，摩西就应允伊，我一个出城，我要举手向上帝来祈祷，雷要煞，冰雹要停，吼，安尼就要互你知，大地拢属伫上主吼。咱第9章这是一个足重要十个灾难的目的，足清楚吼。要爱互伊知上帝的宽平，要爱互伊知无一个会当甲上帝比拼的，要爱留埃及人法老王的性命，是要来宣扬上帝的宽平。过来伫这个所在讲，是为着要互你知，大地拢上伫上帝，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救恩。这真清楚伫遮，实在讲，毋过我知你甲你的人生又无法度真正来敬畏主上帝，所以摩西就知影，摩西就知影，摩西嘛知影，就是换准备心，等待伊个继续硬心啊啦，这好若亲像圣经咧讲啊，上帝佫互伊硬心，有小可即个意思，上帝互伊自由的选择，所以灾难的目的就是要爱互伊清楚知，所有大地一切拢属伫上帝。但是，摩西嘛真清楚啦吼，伊要为真心来敬拜上帝。好，所以因为这灾难受到损害，包括咱咧讲人啦、动物啦、精生啦，搁即个菜色啦、树木啦吼，拢受到损害。所以摩西就应允伊，然后伫33节咱看见摩西就照应允诶。摩西足信息的，甲上帝共款，信息的应允伊，伊就向上帝来求，所以上帝就怜悯停止着雷公死啦，冰雹的攻击，拢连雨拢总停，拢总停。亲像摩西所讲的，法老王心光伊34节讲，埃及王看到雨甲冰雹甲雷公死啦，拢总停了。就搁犯罪，什么叫做犯罪？就违背上帝的旨意啦吼。伊甲伊的人生拢硬因的心，埃及王心意毋放以色列人离开，拄拄照着上帝甲摩西所讲的吼。好，这才是后礼拜的预告吼。这伫阮兜门口翕到的啦吼。足水的吼，这只看足水的吼。但是吼，你若目睭睭的时阵吼。咱就知影后礼拜咱会讲啦吼，嘿，好我伫互咱的资料后壁迄个表，咱会有时间会当甲看一下，因为我逐礼拜会搁增加写一寡物件伫迄个表内底，互咱以后看迄个简单的表，就会当真清楚10个灾难，伊咧讲啥物话安尼吼。所以我逐礼拜后壁一直会写咧，头前的我会搁增补一寡物件安尼吼，你会当搁继续来看吼。因为我拄则有发现几个错字吼，我改了后，我会搁送新的互咱安尼吼。好，以上有问题还是有想要分享无？敢有？
请问牧师哦，那个第1灾到第10灾哈，这嘿，样历经多久？历经多久？嗯，我们不太清楚到底确实有多久了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用大区隔来说哈，摩西是80岁的时候受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呐。以色列人出埃及有40年的时间，哈、咱咧约啦，迄个时间袂介久啦，哈、因为你80加40嘛，你这个中间这个10个灾难，应该不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啦，嘿，可能1年也是2年，咱毋知影，但是，咱知影因离开埃及的时阵430年，不过这个问题我过来查看卖啊，看有没有圣经学家有一些想法，嘿，我倒是没有去想过到底有多久这样子，嘿，多谢你的问题，好，谢谢。来，文牧长老你有知影无？有诶学者是讲，算即个灾难偌济工安尼吼落去算诶啦，算起来10几工尔。嘿啊，但是这嘛嘿啊，无一定是，无一定是对诶啊。嘿嘿，伊迄灾难应该是，就是伊个要求，即嘛就加是一工，就讲我挡袂牢，挡袂牢啊，就紧来但是伊佫毋听，就摩西灾难，迄个上帝灾难佫来，所以我想头仔牧师讲诶，应该短真短诶时间啦，应该是真短诶时间啦。好，多谢。谢谢。因为大部分拢是超过1工嘛，敢若迄什尾迄什物3日迄个黑有暗浙江的啦，的灾难，有迄个浙江是头前迄个火对，本来对对，所以应该不会太久了，但是嘿，应该就是短的时间安尼尔啦。嗯，我再来找圣经公会研读文有写无？可能无哦，写，这可能嘛无写啦，应该是无写。我嘛找看卖啊，我一寡历史背景的，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我想伫即段时间，咱搁一届来看到出来入去这个十灾吼，互咱比较较清楚的是知影讲，不要误会，灾难是上帝特别要给埃及人的，就是爱咱去选择啦，咱搁倒转来讲耶稣基督的学生好啊啦，伊12个学生，毋是逐个拢做完美的逐个人拢是去互耶稣呼召来军队伊嘛，对吧？你若照出埃及记来讲，军队伊就会当得到保守嘛。但是其中一个人无啊，啥物人？犹大啊，伊选择啥？伊选择军队金钱，军队撒旦，所以伊到尾仔就丧失伊的性命。我想十个灾难基本上嘛是安尼啦，伫咱的性命中间嘛是拢选择。咱选择换个家己，咱家己着爱担当啊。若是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会当去选择。所以咱若选择来军队上帝，求上帝保守，咱伫下面头前就是软弱的，我需要上帝保守，上帝就会保守咱。这是一个选择啊，像今仔日即个鞭炮的经文就讲足清楚啊。你的人生啊，甲遮个罗卜，甲遮情绪选到伫安全的所在，你就无代志啊。这就是上帝予伊一条生路安尼啦，所以若连讲你若听着讲有人咧讲恁基督教的上帝足残忍的拢调工其实是无影无迹咱爱知影伊背后咧讲啥物话安尼啦好，好，安尼。那无咱就到遮来结束咱请迄个雅会长老带咱祈祷好无？听着。好，
咱三个来祈祷，有听到无？有喂，嘿，有听到无？有，好，听到阮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来逐个来听牧师讲的圣经的道理。主啊，阮知，阮来追求你的道，追求你，因为阮知，阮若无好好伫你的面前，有当时啊，知会也是啥会来伫阮的面前。毋过阮知主，你有互阮开力，会当来抵挡遮所有的难题。阮只要仰望、用心动甲仰望伫你，对你的脚步来行，我相信主会帮助阮度过每一项的代志。主啊，感谢你啊！求主保守看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个每工拢有主你的恩典满满伫个身上。阮若咧献上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求，阿门。好，哎，谢谢大没有，老师，家。谢谢老师。节目